负责存身的是雷继元。天家军机私切中，十封公事十放中。妙。第有一言，只是难以启齿啊！哎呀，你我自幼之交，不妨择夜相告。想晓得年已奔八，只生一女，今年18岁，尚未许世，亦要配与令郎为妻。不知意下是何啊？项目家家道平和，真官高攀。王爷兄，自古家女则家婿，令郎偏有急于成家婿也。王爷兄不必推洽。哎呀，关蒙欧兄弟，小弟官不从命，至于这凭据。no，就以对联为凭，万有美则你我一言为题，如此高攀了。儿啊，快来见过岳父大人。此次岳父在上，就休息一番。叶希，快起来！姑仔，快来接顾美婿。是，王爷兄，请。美婿，请了。曲兄请了。王爷兄，姑仔请用茶。请。故弟，因晓得家有要事，请告退了。既有要事，那就为家去吧。是。曲兄慢走。哼。王爷兄，你我既曾为亲家，还得改变称呼这是何？亲家。亲哦。亲家。亲哦。老爷。哎呀，夫人，你弟兄一家女儿婿母儿为亲了。哎呀，可是要请亲家公、亲家母噻。亲家母。阿玲啊，快来拜见岳母。是。岳母。罢了。启禀老爷，宾客们听说老爷家小姐许配给王公子，说是丧事临门，他们敲着都要向二位老爷讨喜来了。不管当，来，王爷兄，你我一同迎上前去。也许。
不出夫妻，我熬为呀！哎呀，公子先生，带老夫可得。沈美凤，岳生有一事要与你商量啊，公子请讲吧。我有一表妹，名叫李秀英，我早想娶她为妻，谁知故地竟将她许与王牛之子王玉林。我请你过来想个办法，我一定要把表妹夺了回来。哎呀，公子，想那李府千金，就是就要出嫁。哎呀，老夫还是婆娘你，这件事嘛，我看是为难我。哎呀，为难我。若是你拆散他们夫妻，我就赏你8银20两。20两。哎呀，若是表妹到我手中，我再赏你8银50两。50两？哎呀，公子啊，办法嘛倒是有一个。不过，常想我来与我担当，你只管讲来。那好吧，只要公子下紧书一封，假使公子小家早已亡来，老夫就去推。推？过来。好计，这里有8银20两，你先拿去。多谢公子，多谢公子。是，我再赏你8银50两。50两啊！好，
咦，这是什么？原来是一封书信。顾文玉表兄册，顾文玉乃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丢在这里？一只牛做。文玉表兄之面，是有青梅竹马，兄妹情深意厚，有意终取一别，深情长怀心头，只盼月老前妹恩爱共结白首。哪料是非人员一名另配乱柔，我虽教导我们去看得先王局，又专一治疗表心灵儿的森林情意难断，咱们从未之期望有为盟就是历日秀英，历日不被历日不败。这难道是真的吗？这难道是真的吗？他们俩是姑表兄妹，从小青梅竹马，怪不得那天酒宴之上，顾文玉面带不快之色。况且我与这女中为匹，好气，好气也！
喏，前日子俺亲家公进口一开，跟俺老爷们就上京做官去噻，我老太婆真是开心死的了。咦，这个后头好像是我新媳妇房中的春香嘛？哎，春香，哎，参见老夫人。哎呦，上菜上菜，这老夫人倒要慢慢弄开来。老夫人，你要问我什么？春香啊，这那小姐对姑爷好不好啦？小姐对姑爷嘛，当然是好的咯。好过。那么姑爷对那小姐好不好啦？姑爷，那这个小丫头讲闲话吞吞吐吐，阴阳怪气，这到底好不好啦？老夫人不是春香拨弄是非，要问姑爷对小姐嘛，可是不上好啊？搞不上好？是啊，自从成婚以来，姑爷他们没有上过楼面。啊，这听侬讲话打起来，伊拉小夫妻俩还没同过房嘞。哎呀，阿玲啊，阿玲，跟侬真昏头了侬。哦，春香啊，跟侬等我到书房里去叫伊出来。老夫人，书房里我不去。侬为啥不去啊？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刚才我到书房里去请姑爷上楼，我还没说上几句话，他就骂起我来了。要是我再去请他呀，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。我要打我？这个小畜生都变了介凶这样。那么好过，让我自家去叫。阿玲啊，阿玲！孩儿拜见母亲。上贼上贼，这做娘的倒要慢慢弄开来。母亲何事？阿玲啊，跟侬来到书房里做啥啦？在书房读书啊。哦，读书倒是要紧个。阿玲啊，读书嘛白天读，夜里嘛就不要读在，快去啊，快到新房里去啊。母亲，孩儿不去。侬为啥不去啊？读书要紧啊。读书
读书，到婚弄个头，快去啊，快到新房里去啊！不去。搿侬是真的不去，还是假的不去？哎呀，不去就是不去。啊，侬真的不去啊？哦，丞相，去啊，给我拉上去！哎，你滚！哎呀，老夫人，这个小畜生在娘的面前还要介凶，哼！我倒要看看是侬凶还是我凶。丞相，老夫人动口，侬动手，去，给我拉上去！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小弟，老夫人姑爷上楼来了。伯伯，贵人请上来。好哥，好哥，哎呀，快去啊！媳妇大娘，快来啊！媳妇拜见伯伯。上菜，上菜。贵人，哎呀，阿玲啊，搿媳妇大娘多少个有道理，快去往一个里啊！哎呀，去去去！媳妇大娘，阿玲拉是个书呆子，不懂道理，搿侬靠在婆婆的脸上，不要动气啊！搿么阿婆要我去噻，媳妇送伯伯。不要送过。呀，这啥？孩儿相送母亲。哎呦，不要，侬送侬，帮我去手当。搿个小畜生都比我跑得还要快。不错，让我关子个门。啊，母亲，你关门可不要下锁啊！搿个小畜生叫我关门，不要落锁。哎，伊都提醒子我来，我倒偏偏要落锁。今朝小夫妻俩和睦在，跟我老太婆嘛也要去困觉去在。母亲，娘啊！
言妻，夫少小子言声记得多。媳妇大娘，俺娘有心来着，不晓得有啥个事情，侬到侧开来看看啊！啊，宝宝，寿星。
玲啊，那有没有新来者？侬到出开来看看。孩儿不要看，不要看。说娘我把侬读书几年书，哦，侬倒在娘的面前把起架子来着。侬不要看么算在，我会叫媳妇大娘看我。媳妇大娘，阿玲不识抬举，搿衣服看嘛，侬看好在啊。伯伯，媳妇大娘，阿婆叫侬看，侬只管看，有啥个事情告诉阿婆啊？是。啊，伯伯心中别无他事，只因今日乃是媳妇莫有之期。啊，我母亲让我与官人同去迎接。哦，我老太婆是忘记在。哦，阿玲啊，媳妇大娘，赶快进去换换衣裳，手脚子马上动身。孩儿不去，侬为啥不去啊？孩儿手中没有孙子，不去。没孙子不去啊？大房中把丞相说拿来。媳妇大娘，搿读书人孙子倒是要紧个啊。老夫人，那，孙子来在，那拿去。孙子虽好，可惜骨子太轻。那，搿个我畜生呐！刚好我一副孙子差得过我分噻。侬不去算在，我会叫媳妇大娘一个人回去的。媳妇大娘，搿阿玲不去嘛，侬一个人回去好在啊。伯伯，官人不去，那媳妇我也不去了呀。媳妇大娘，那娘只有侬一个人，侬要是搿趟不回去，那娘也不放心过。与阿婆做主，侬只管为娘家去自己个半日回来啊！伯伯，谁管？做啥？我里有侬当家姐啊！侬叫媳妇大娘不要回去，我偏偏叫伊回去。媳妇大娘，去准备，马上动身。是哦，去。哎呀，妻子，这贱人竟是伪装娘家，分明是有呀这些，这，不死于逃离。
为娘在心上写得明白，叫你夫妻同来，为何不解也行？啊，母亲，官人他与东厂好友为文去了，故而他没有来。为文去了。官人要我在母亲面前对为文安告辞，这也难怪。孩儿啊，也不见你怎么睡得多了？母亲，孩儿啊，今日你回得家来，为娘心中十分高兴。我也陪得酒宴，与我母女同饮几杯。是。要快端酒上来。就要不你猜，莫非是婆婆与你阿婆来？他的女儿自动亲生一婆来，莫非是为娘陪嫁？脸上扫光彩，母亲啊，女儿嫁妆莫爱望见4083赞美。莫非是为娘没有来看你？从今后我30、50，为娘亲自团女来。母亲，这倒不必。孩儿英俊。莫非你夫妻之间伤？
是因相随不分开。丞相，我来问你，老夫人台上可好？夫人，老夫人台上可好？怎么样？啊，既是此，你家小姐的面容为何如此消瘦？想必是小姐初到王家，颜色不滚，气质不变的缘故。颜色不滚，气质不变。母亲，孩儿啊，你今早回得家来，就在为娘身边多治气色，有为娘亲自照看，你要好好养些身体。是。今晚就为娘动他，娘还要与你谈谈家常呢。夫人，夫人，启禀夫人小姐，王府差人送来书信一封。哦，夫人，姑爷说要小姐亲自查看。孩儿啊，像你刚到娘家，也是怎么就书信来了？母亲，用女儿查书观看。系书信到来，为了何事？母亲，官人来信惜别。只因婆婆年迈，夫人死亡。官人读书，养母作伴，孤儿叫女儿嘛，谁叫委屈？哎，那有女孩刚到娘家，谁叫委屈的道理？待为娘写书信一封，叫叶希也来通知就是了。母亲，既然官人他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你今日放女儿回去，女儿改日再来侍奉娘亲。孩儿啊，像你嫁到王家只有1月，难道只有你婆家就没有我娘家了吗？娘。
母亲，嫁到王家。
儿孙呀苦，还要怪你娘亲上脚丫。娘啊娘，你今日放儿回家去，到来日我双双对对来望亲可知，自从你嫁到王家，把为娘相待。要委屈。小姐，我们不要委屈了吧？丞相，小姐，当家。是。
也罢，你要委屈，生病你委屈，偏是为娘当初不生，当初不养，你就委屈母亲，这都是女儿的不孝。母亲亲上，女儿白纵横古今时空，云鬓珠花，长袖迎风，舞不尽生旦净末丑，唱不完百世人间情。河南电视台梨园频道。我叫侬同媳妇头娘一道回娘家去，跟侬不去，还以为来再嘛，侬又叫伊回来，伊回来嘛，侬又不肯上楼，侬到底为啥？铲子，不要动！丞相，丞相，哎！
老夫人，丞相，快对小家生，主要上楼来了啊！哦，哎呀，这个我出伤了！小姐，小姐，老夫人来了。是。伯伯，官人请上来。哦，好过好过，快吃！哎呀，快吃呀！媳妇大娘，快来啊！媳妇拜见婆婆。起来起来，今朝路上辛苦了，搿夜里嘛早些歇歇，阿婆还要下楼困觉去的啊。媳妇送婆婆。不要送过。让我关这个门。呀，这个丞相嘎切个把来洞里头做啥了？嘘，嘘，嘘。老夫人，哎呀，丞相啊，这侬来洞里头做啥了？我要不是小姐，啊？这上趟拿姑爷上楼，侬也来到里向啊？哎呀，丞相啊，丞相！哎，那小姐嘛，日里向有侬服侍，夜里嘛有那姑爷服侍。哦呀，去！侬啊，还是去到小房间里去困觉去啊！老夫人去！哎呀，去啊！去！跟我到伊拉小夫妻俩为啥个不嘛？原来这个毛病啊，就不出在丞相的头上了。让我关这个门。落这个手。哎呀，阿玲啊，阿玲，哎，做爷娘的辛辛苦苦把侬讨一房媳妇，跟那小夫妻俩嘛，应该恩恩爱爱，和和睦睦。搿来年嘛生一个儿子，跟我老太婆抱着个孙子嘛，搿样子斗，一斗到么上家头，喏，搿郑老太太嘛看见在，哎呀，王老夫人啊，侬手里抱的是啥人啦？喏，是我阿玲的儿子，我老太婆的孙子呀！哎呀，王老夫人啊，侬真好福气，侬个孙子头皮圆嘛变中状元，跟我老太婆是多少个开心啦！那，这个我出生，哎，侬儿子不养一个嘛，侬也养一个，跟我老太婆抱着个孙儿嘛，搿样子昂，一昂到么后家头，喏，搿人家么又看见在，哎呀，王老夫人啊，侬手里抱的是啥人啦？喏，是我阿玲的囡，我老太婆的孙儿呀。哎呀，王老夫人啊，侬真好福气，先开花后结子，来年一定抱孙子。跟我老太婆是多少个开心啦！我想开心嘛，越想越开心啦！哎呦！老太婆想孙子想昏头在，头皮都要绑趴在。哎，伊拉小夫妻俩还没和睦，我啥地方的孙子抱了？哎，闲话少讲，还是去困觉去。
娘家旨意说，我谁可以一封休书将他推？谁知他远郊去，远郊回，到时我日夜难来陪，难陪。前人啊，前人，像你这样率性养花女，如何面目到王家嘞？我今夜这人泪无，坐等天明下人陪。小泪淌淌儿进府，官人他我若一旁玻璃我自从家到皇家1月冬，正好比开启王连我心里要哭。那婆婆拉她上来，她总指望我们夫妻从此空。谁知他怒气冲冲，多是从他是玻璃菠菜白布，我薄命不怕谁为呀求，可怜我与满腹的委求相随诉，枉费了婆婆一片心，看起来竟是夫妻难。
像他这种负心汉，我还有什么夫妻的情理？我不愿家是万岁。
想着冤家随时复临，可是伯伯他对我总是不睬。冤家他慌得四处离不明，伯伯他对我相情深，更何况那王门必与他难定制，他纵坏了官人，要急死了伯伯恼他深。我万事那一与他定。想起往日心头疼，想我李秀英，乃是名门之女，千金之体，自从嫁到王家，一向离你走到并无故处。谁知道这冤家，他无缘无故竟将我当作仇人，想今日。乃是我没有自己，离给为尊娘家，母女断续。谁知道这冤家，他不知道按下了什么心计，他要我冤家而去，冤家而回，害得我母女痛苦而毕。冤家呀冤家，世界上哪有你这样不通情理呀！我爹娘爱我是真啊宝，这冤家他当我是路边啊草，他既这样对待我，我生病这冤家他懂一笑。我万日将一山长龙啸。梦想起玉桂自己娘心
想我出家之时，我母亲她再三的教导，她说道：到了王家要孝顺公婆，敬主丈夫。想今夜天气寒冷，我实不与他给意，他被旁人知道，要骂我秀英离你不忠，还要怪我父母养女不孝。爹娘啊，爹娘，你叫女儿。这道是一将女儿终身许，是郎才女貌结鸾桥。十月令这也好，他那也好，十月令貌也好来，他才也高。我是口不应声，心欢笑，但指望东方化作朝人呀。谁知道啊，进了王家是颠倒，我夫妻是在今年少，是出娘胎18载，这样的苦楚，我是谁不了。
李秀英醒来，醒来，醒来！官人，我来问你，这件衣裳可是你替我盖上的？是啊，是我给的。盖得好，上来与我。妻子啊妻子，你将女生的衣裳盖在我的身上，你要害我一世功名不绝。你好狠的心眼，你将女人衣裳给我身，要害我一世功名不吉利。我不当是前人气难消。看看我家女儿。好个好个，我去叫伊出来啊！丞相，快请小姐出堂。媳妇大娘，那娘来在，快去见个礼啊！女儿拜见母亲。儿啊，罢了。亲家母为何不见夜袭？想的是在死亡到死，我去叫你出来啊！哎呀，阿玲啊，阿玲！母亲，阿玲啊，哪有母来在？快去见个礼啊！快来！亲家母啊，阿玲来在。拜见爸母。小畜生，我女儿许配于你，难道你一生岳母，还怕我随当不起吗？好一位尚书夫人，侧看上人，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女。小畜生，我女儿家道王家，一无过错，要还我个道理。问那前生事迹。哎呀，你尽管当着我面骂他，非当要骂，当与何妨？龙官，两位不公，女儿我来此人，我亲家母，亲家母，哎呀，龙哥哥我出山，龙哥哥我出山啊！秀丽，儿郎。
为是此灵兽，今日被为娘亲眼看见，好不叫为娘头心也。儿啊，你还是随娘回去吧，娘亲干母亲，女儿是让随娘回去，她被旁人知道，叫女儿以后死后做人。既是此，为娘是有道理。丞相，你要好好服侍小姐，是当教为夫。秀英儿郎，儿啊，你不愿随娘回去，为何又归上不起呀？女儿归顺母亲。儿郎，也罢，得为娘写书信一封，叫你弟弟回来，与这个出生平离。母亲，弟弟好好在京为官，你千万不能惊动于他。为娘是有道理，儿啊，为娘去了，母亲。
信宋京城，飞见在未城，老爷为侧见。夫人，请来见礼。万妾什么礼？万妾什么礼？哎呀，夫人，下官闻得夫人身怀重病，连夜归位，见了下官就这样怒气不息，恰是为何啊？都是你配的好女婿，写的好才郎。妍希，妍希是有才与貌，有什么不好啊？好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婿，当初都是你配下这门害人的婚事，自从我儿嫁到王家，被网友你这么的生不相生，鬼不相鬼，你还是快我到王家临死为来。我女被王岳林4次的凌辱，难道我就怕了不成？哦，夫人请进来听，下官我自愿逃离。家门不应子不休，因为人家弄得是吃地不到啦。李老爷到。哎呦，不好在，老亲家来在，那么事情弄多在啊！出去！老亲家，老亲家，老亲家，请来见礼。休要客套。丞相，老亲家来在，快请小姐落楼。女儿，拜见弟弟。儿啦，罢了。因我不见妍希。来在，我去叫伊出来啊。母亲何事？哪有我来在？我看到那个办法。母亲，孩儿死于逃离。哎呀，跟侬还有啥个道理了侬？去，多叫几声。老亲家，阿里来在？拜见伯父。看成伯父，你是何人？王岳林。他待小奴才，当初我只为爱你才貌，才将我女许配于你。出家之时，配家长脸8银千两，2点300枚，还在替你水草王哦，
这样厚待你，难道你是岳父都教不得吗？此乃区区小事，我王玉玲见得多，为官之人千长道短，岂不好笑？哼！他带奴才战国开出光阴，你今天必须还我一个桃李。要玩桃李不难，你先带女回府。带女回去，我难道养他不顾老吗？满是养他不顾老，就是把他领小门，我王玉玲就无疑。你我些休书过来，陪我来西龙关东快！我娘我也没看出来，龙关！小母女乃是长束缚千金，求你要去就去，要退别退。今天你还请道理别罢，这是还不请道理，我岂可饶你？好，我去还你一个道理。你去还来，请大哥，古文与表兄长。秀英，过来。你这个小姐人，尽管做出这种伤风爬作之事，岂能容得？快进！老夫，请改过，侬为官之人，还晓得善终是的。岂有不知之理？谁讲？从父出家，从父却原来侬帮我收那，媳妇大娘嫁到我王家是越到越离，越规越矩。哎，就算有啥个事情做错，可出在我王家，罢在我王家，来弄我这打来弄我这弟弟呀！女儿失踪，家道亡亲，如今王玉玲死次的灵送，指望弟弟回来，与女儿生缘并立。谁知道弟弟开水马，举剑就杀，女儿到底有何过错？你也该说个明白。我就是死也要死得个瞑目。你死去快来！媳妇大娘，这是啥东西啦？宝宝，这一封情书啊！情书！哎呀，媳妇大娘，跟侬阿玉写过啊！哎呀，宝宝，媳妇怎会做出这种无耻之事？跟哪能弄得轻伤呢？老夫人是真是假，可以对过笔见。对过笔见。哦，丞相啊，快去写个笔言来！哎呀，好的笔见啊！好的笔见啊！哎呀，老天呀，我与笔见啥个发动！我老太婆看看是不动啊，请家公啊，动不动弄到侬去看看。玉玲，我看来笔迹不动，你是上了陈家的圈
好了呢？情书是假，难道这别扭传也是假的不成？别扭传。丞相，难道是你在穿针引线不成？老爷冤枉，冤枉！丞相啊，跟那小姐的东西是由侬保管啊，侬胆子放大，刚刚清爽。老夫人，小姐出宫那天，我明明看见别扭传放在正面很内，我也不知道怎会跑到古玉手里的。阿玲啊，搿侬搿只别扭传从啥地方来的啦？那天花烛之夜，还是从房门口拾得的。花烛之夜在房门口拾得的。哎，那天最后落楼的是我同丞相，搿没看到搿封书信啊。老夫人，我有三妹婆。在三妹婆。沈脉婆，我来问你，你可认得这封书信与这子女在吗？我不知情，不知情，不知情。我问你认识不认识，并你问你知情不知情？哦，搿子女做嘛是侬个小姐哦，搿封情书嘛，搿封书信嘛，我实在不知情。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好一个大胆的沈脉婆！这明明是一封平常的书信，你怎么一见就知道它是一封情书？你万贯是不知情吗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看来你不当不着，来呀！与我重打4寸！哎呀，不要打，杜老爷，我走。就这都是顾魏公子出的旨意，只因伊看中侬个小姐，不想老爷把小姐许配给王公子，故他为恨在心。他要我偷到小姐的笔肉桌，伊写了情书一封，命我将情书肉桌丢到小姐的新房之中，故意让王公子看见，好他这个一代姻缘。这都是顾魏公子的旨意，你老夫无关，我杜老爷是的。老这个害人精啊！哎呦，来呀！去我面前将沈脉婆带到原衙审问，不得有误。为吾将你许配给王家，想不到如此的凌辱，怎不叫为吾痛心啊！儿郎，你还是在吾委屈了吧？女儿即嫁到王家，我是死也不委屈的。既是此，你要好好养惜身体，为吾去了。带马。你既不愿随吾委屈，为何又跪倒在地呀？弟弟，女儿死在病好，弟会回来侍奉丧亲，尚有3长2短，俱到女儿36、9岁，早已病故，女儿在此归死。
秀英我还是李家的珍珠，恰成了王家的草，为吾心中四道家。草中若不我为真，四季女儿不能保，我儿杀于长无对，我二老心绪。一旦好，儿郎，你要好好养息身体。杀死病号是他家的造化，杀于3长2短，我岂肯过去这王女里？要不，你变成这个样子，教为吾日后放心得下。丞相，快把小姐当前为夫。从前的辰光，祖娘啊，王文弄不讲事，弄不想。现在一问人家弄得吃地不到，弄得来讨鸟家，来不及再。我好回呀，侬有得回来？母亲。教训，竟做了不敬不义人。娘啊娘，秀英杀于长我端，你叫孩儿真做人。还望娘亲来做主，从今儿娘的言语句句。好哦，快点站起来！多谢母亲。阿玲啊，听娘的闲话，今年乃是大比之年，侬赶快上京观考，识得一官半职，侬在侬岳父母面前也好有一个交代，到媳妇面前办个道理，这样子还可以夫妻和睦。搿做娘的叫侬上京去，侬去不去啊？孩儿遵命。搿么好哦，赶快进去准备准备。是。啊。母亲，娘子病重，还望母亲多多照顾。哎呦，我有数的，不要侬操心，快去啊！搿闲话么要讲回来的啦。
不得个啦。哎。亲家结婚之事都怪我儿不孝，请宽在二老份上多多原谅。亲家，此今夜戏一事告终，过去之事嘛，也就算了。亲家，阿里有关注，一来托亲家之福，二来托媳妇姑娘之福气，这都是亲家母的福气好，大家之福，大家之福。待我唤他出来。哦，好个。里面丞相听了，请小姐出堂。是，与请小姐来了。
娘子。交错了。我与他虽然拜过天地，尚未称过连理，如今他还是位千金小姐呀，我理应称他一声小姐才是啊！啊，小姐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喏，我预交错了。如今我已是头名常院，他就是常院夫人了，我理应称他一声夫人才对呀！啊，夫人，下官这厢有礼了。哎，夫人。错配人配了你，这个为情为义为心啊寒，我也曾好声好气好言问啊你，恰是我言我语我太宽，你不该不生不想不理睬你，为什么满是满心满有拉转？我自比谁苦谁难谁到啊今，害得我是可爹可娘可伤啊关。既然你是
去一个美的美貌子美帅帅。娘子。弟弟官场对，此情此景才眼前，弟弟你歪歪替他来送红小为母啊命啊娘啊娘，难道你嫌烦之事都忘完？他竟怪在娘亲面前要将儿当他尽管岳母不教，把母还。他是个多丈夫儿不虐。他长远不长远，岳母，你小畜生，在家不听娘教训，演得媳妇是穷冤。为母不管家中事，要
我去叨叨煤块，多谢母亲。媳妇大娘，我心肝宝贝，娘子，母亲的话你可要听啊！自家去说。家上媳妇我给用，心肝肉哎呀宝贝肉，阿玲是我个手心肉，媳妇大娘侬是我个手背肉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老太婆上面的那2块肉。媳妇啊，侬心宽宽，气呼呼，也得媳妇来听婆婆。阿玲从前太快侬，难为已经早，别再是来认错。侬可以是跪到西，哎呀跪到东，血口头跪的是红牙虎。媳妇侬三番不理，于是常院法主要去和尚做，该种就叫严师保。侬原谅媳妇就好见拉姑，听从婆婆接凤冠，高明夫人与侬做啊！婆婆啊，你是媳妇重生母，婆婆的恩德你下福，夫妻百世间有为，我是不明不白受折磨，我不愿与他夫妻哦，只好过为你老婆啊婆。媳妇侬是一辆方正的人拉公，佛爷多来嘛两一多，千错万错是阿玲错，我婆婆对侬总犯错。媳妇啥不肯夫妻和，还等我婆婆要人难做，做人有说要谈论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，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？我养什么儿子还做什么婆？媳妇啊，侬马个人情结婆婆，夫妻总换情在苦啊！媳妇婆婆啊，我不愿与他夫妻和，我情愿一座断堂来奉你情愿一座断堂来奉真是我也为个好心我，所以为难生我啊！哎呀，媳妇大娘，阿玲啊，阿玲啊，侬只要不起好。